水炳麟就喺維港上致敬。見到國旗同區旗已經升到旗杆頂。咁頭先行政長官李家超夫婦呢就係主禮。現場呢亦都見到有前行政長官、全國政協副主席梁振英夫婦，亦都有前特首曾蔭權。一眾司局長亦都有出席，而前全國政協副主席、前行政長官董建華繼續缺席。喺呢個儀式結束之後，特區政府就會喺會展3樓大會堂係舉行慶祝酒會，稍後行政長官將會為酒會主禮。留意啦，喺慶祝活動舉行期間呢，警方係喺金紫荊廣場一帶實施咗特交通。走先啊，係咁先啊，下次再玩啦，再見啊，係。